今日同大家分享一種含有豐富蛋白質嘅食物，就係呢一個鷹嘴豆。佢嘅蛋白質仲係優質嘅添，價錢又唔貴，可以當零食，亦都可以配合唔同嘅食材。不過鷹嘴豆都有好多嘌呤，點樣去除，但係又可以保留佢豐富嘅營養呢？首先將鷹嘴豆洗乾淨，然後用水將佢浸泡，起碼要浸8至12個鐘。更加好嘅，將佢浸過夜，我就將佢浸咗24小時。不過一定要放喺雪櫃裏面啊！浸咗幾個鐘頭之後，你睇下，已經脹大咗好多啦。啲水有少少黃色，將佢換過一啲新鮮水再浸過。浸夠時間啦，將啲水倒咗佢。有人話浸到長出1至2厘米嘅芽，咁樣嘅營養價值同埋口感會最好。我就唔等佢發芽啦，直接用水烚佢10零分鐘。經過浸泡同埋用水煮，鷹嘴豆裏面嘅嘌呤就會流出咗好多噶啦。所以啲水唔好要喎，一定要倒咗佢。如果將佢就咁當零食食嘅話，可以將佢隔水蒸30分鐘，然後再焗多10分鐘，咁就已經夠腍噶啦。煮腍咗嘅鷹嘴豆，將佢放喺雪櫃裏面，咁都可以保存到2、3日噶。鷹嘴豆作為零食嘅話，好味健康又有益，你哋都試下啦。